講到即馬呢，啥物攏是 AI， 啊那咱人和機器之間的界線是愈來愈分袂清楚咯。今年團結中心呢，就招6個表演團體，對這個8月底到10月初，透過歌戲、京劇、武術等等無共形式，要來探討傳統戲劇內面人的價值也個重要性，也希望會當讓觀眾看到戲劇無限的可能性。用傳統的咖喱戲來講一個用肉身交換靈魂的故事，這是戲劇夢工場系列其中一個演出。藝術表演是咧講人的故事、演員的功夫，閣有甲觀眾的交流，攏是藝術表演重要的特色。不過，面對 AI 人工智慧快速發展，這個規則剛來破破，是這個戲劇夢工場要思考的代誌。整個的戲劇也好，戲曲也好，其實從創作開始就是人面對。你說有感情，又好像沒有；說冰冷，它又好像有一點點類似人的感情。這個時候，我們人如何面對？傳統藝術中心表示，生成式 AI 的出現，對戲劇界甲戲劇界攏有產生衝擊。今年辦第9年戲劇夢工場系列的演出，維持創新甲實驗的精神，和傳統戲劇有現代的想象，也有歌戲演員分享伊佇即屆下屆演出的心情。我是一台烏多擺，噠啷噠啦噠噠啦本本。噠啷噠啷噠噠噠本本，你趕緊就車搭伊邊邊對我來。傳統戲跟現代劇，我要比喻成我們兩個人，他應該必須要就是說，去生存，如何在劇場界生存，彼此都要有改變。改變之前就必須要認知，認知的時候就必須要接受自己。今年團結中心招6個表演團體，透過無同的藝術形式來探討傳統戲劇當中人的價值甲重要性。伫8月底到10月初演出，也希望讓觀眾看到戲劇無限的可能性。記者顧佑基、謝桂玲台北報道。